秦雪，志明，谢谢啊。哎，那不如我请你喝杯咖啡吧。不用，没关系的。钱包呢？坏了，刚才那个戴帽子的人，我钱包。我给你找回来。哎，志明，你没事吧？其实我没事。志明，行了。这里面钱包看一下钱有没有少。谢谢。谢谢你，警察同志，谢谢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别走。秦雪，你看一下吧。还好都在。那就好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刚才？我没事儿。真的？没事。谢谢你啊！要是没有你，这该怎么办啊？没事，都是小事儿。你的衣服，你穿着吧。那我洗给你吧。那好吧，那我送你回家吧。今天我们去仓库了，没找着李达，也不知道到底去哪儿了。这是我在李达主页上找到的一些线索，还有照片上的这个男的跟李达的关系最紧密。如果李达被藏起来，我觉得找下这个男人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。一个李达就这么费劲啊？这个男人更难了吧？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线索，这个男人经常去一家会所打牌，你可以去那儿看看。可以啊，马季。蝈蝈，你们家马季把线索都给你了，去那儿好好盯着。就是，我们家马季可厉害了啊！志明，秦雪。哦，那个昨天你的衣服，谢谢你洗好了。哎，你太客气了。哎，你的腿脚，这边，我来吧。今天吃了什么啊？段飞，那个，我昨天把咖啡洒身上了，然后他就借了毛衣给我，我就那个今天洗一下还给他。昨天的事不用告诉我啊。那个他刚才嘴角有点脏，所以我帮他擦了一下。我这个也不用跟我解释。啊，对。你们不认识啊？哦，那我介绍一下吧，这个是韩志明，那个师彤的新助理，我的搭档。你好，段飞。啊，对，段飞。没事，我们先上去。这得等多久？你等人出来了。我饿。不是你怎么老饿呀？先说谁买？
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念在过去的情分上面。我们天浪集团已经和你们公司的韩元仓副总已经有合作了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全力配合他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对不起师彤的。别装！韩，喝了！我只说一句，全力无条件的配合韩元仓。这样做对咱俩都有好处啊！啊！你妄想！我妄想。你很妙。喂。好好想想，我说这么多是为你好。何兰姐，云师彤。何兰姐出事了，她现在有危险。走，快上车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考虑的怎么样？你这么拖着也不是个办法。你要不是我的女人，我早就不客气了。我早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。真的吗？有没有关系，我说了算。还是那么倔是吧？何兰姐，你放开他！救兵来的够快的啊！靠边站，靠边！别冲动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喂，何兰姐，这个地方你不能再住了，你得马上搬家，明天就搬吧。没有用的，不管我搬到哪里，他都能找到我的。子丹，我们走了。大哥，我们走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干嘛？
干嘛？你认识李达吗？不认识。李达？不认识。这不是你吗？那不是我，你有病吗？别吃了。这确实不是他，你衣服都不一样。